来哦，离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剩最后的29天，先来看这个赖清德，这礼拜是真罕见，连续4天拢无公开的选举行程，但是伊并无赢落来。除了以副总统的身份参加国政行程之外，嘛低调来拜会着地方的组织，譬如讲，伊就陪同着立委参选人何朴文到新北市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来拜访。重点是，这间合作社的理事主席麦信光是朱立伦的同学，外界解读是要去画条仔卡。不过何朴文讲是礼貌性的拜会。另外，民进党针对着国民党推出着2支乌青金光党的电视广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录客家歌曲，要唱客家人的支持。真罕见，少年耍4天无公开行程，除了备战辩论，嘛低调走访地方。新北市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麦信光昨日前经接赖清德，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何朴文会面，做伙吃中昼顿。麦信光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美国纽约大学的同学，家族过去支持那赢，这个举动马红认为是个乌条我卡。不过何朴文表示是礼貌性的拜会。台南88枪击案，国民党就是主犯。2022年，台南爆出88枪击案，经警调追查，幕后主使就是国民党的王文宗。你辩论愈来愈热，赖清德和萧美琴今日透早有缘无公开行程，党中央骨力拍空战，公布2支乌青金光党的电视广告，攻击拿赢。侯友宜先生，你有没有透过李全教跟王文宗在台南见面？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们说了什么话？请侯友宜先生具体的讲清楚。第二，侯友宜先生，你有没有透过新北市议会的议长跟云林县的议长沈宗荣在新北议长联谊会的时候见到面？你们又谈了什么话？在哪个地点？也请侯友宜先生讲清楚。民进党透早公布3支影片来拍空战，伫辩论进前，先向对手侯友宜来提问。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